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主日，也是你所敬的日子，阮得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求求你。主，愿你的神运行伫阮的心上，来充满伫阮的心上，充满伫阮的教会，来帮助阮。恳求主赏赐阮敬畏你的神，恳求主赏赐阮智慧的心，通来面对阮的过去，面对现在，也面对未来，面对阮个人，面对阮的家庭，面对阮的教会，面对阮的工作。恳求主你帮助阮，阮相信你是教会头，你是教会元首，所以阮恳求主你赏赐圣神伫阮每一人身上来帮助阮，来帮助你的教会，来行伫主你呼召阮的道路。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感谢主，咱又搁见面啊！伫这段时间中间，咱来期待咱新的牧师紧紧来到咱中间。咱感谢主，互我有伫主的恩典安排，我伫咱中间有安尼服侍，有分享信息的机会。伫遮也对咱的长老知影，今仔日是咱释教118年。释教118年的纪念，咱的释教是1893年，1893年吼，1893 3月初9，3月9日。感谢主，当年马介牧师来到这个所在，设立教会，引带卖路羊来信靠主，来掠条主。今仔日咱坐伫这个所在，咱真正是去看到一件事，这是一个奇妙的代志。对过去拢总无，到今仔日有一个礼拜堂，若是建筑物尔，阁有一群人伫遮做礼拜，阁有一群人伫遮学老主，有一群人伫遮敬拜上帝。若毋是主家己来发动，若毋是主的恩典，要靠血气，要靠人的气力，太袂做到。感谢主！如果若毋是我靠主的恩典，侍奉上帝的人拢知影，差不多几个月啊，就倒弹，就包袱款款，就要来走啊！若毋是我靠圣神，若毋是我靠上帝，咱真学力来维持一个久的侍奉，维持一个久的敬拜。感谢上帝！我想每一个人咧面对历史，拢有无共款的态度。有的人是用真严格的方式咧面对历史，因为因受着真好的训练。若我个人咧面对历史，我家己滚笑讲，我家己是较用浪漫、用较随性的态度咧面对历史，所以我对一寡时间、对一寡这个前后顺序，我常常搞不太清楚。但是历史所予咱的教示，却常常感动我的心。所以我等下我若讲一寡历史，若有斗毋对的，请你原谅我。我过去大学是读人类学系，但是其实我对历史拢抱持较浪漫的态度，因为我感觉浪漫对人对来读历史较趣味一点嘛。我有听讲19世纪是宣教主义的浪漫时期。19世纪有真侪宣教师，因到伫非洲、到伫亚洲来，结果有80%拢死伫当地。是安怎遐尼侪宣教师对欧洲、对美洲，来到亚洲，去到非洲咧？因为当阵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宣教旅行充满了浪漫神秘的色彩。真侪少年人、青年人。就踏上宣教的旅程，无拍算，80%的人，拢伫无久的时间中间就阵亡了。所以咱即摆所认捌的宣教师，大部分拢是咧村内20%。请你毋通甲我苛刻这个20%、80%，因为这我拢听人讲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咱来思考的，就是上帝家己所发动的，伊家己就要保守。上帝家己所兴起的，伊就要坚固，
因为起造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的人就安怎空空着磨；固守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固守就空空敬息。感谢主，所以讲你看，这一定有上帝恩典伫咱中间，一定有上帝带领伫咱中间。所以咱实在需要为着这来感谢主，来学罗上帝。所以讲，伫逐处咧面对这个释教纪念日的时阵，咱实在拢需要来感谢学罗咱的主，因为伊的恩典无煞。伫咱咧面对历史的中间，我家己也感觉讲，每一个人面对历史以后，拢会走出无共款的结果出来。我想咱属灵教会历史，我家己是安尼感觉，我直接无要加讲，然后咱未来新的牧师甲咱讲，佮甲咱来讲起过去的历史。我想咱中间的大多数人拢比我更较清楚属灵教会历史，拢总118年久，伫遮有上帝恩典，有甘甜，嘛有艰苦。若无艰苦，我无相信大家徛遮尔在。一丛树仔一定是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迄丛树仔才会坚固。感谢主的恩典，互咱的教会，互咱的信徒伫遮徛会在。我也相信一定有侪侪冲击临到咱，这个冲击，互咱的教会更较坚固。感谢主，我想要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是教会历史的故事。这是伫教会历史中间一个我过去读教会历史所听到嘛有读到，总是我即摆摆凭印象来讲。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宣教真有高效的团体，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个团体是对欧洲迄个德国加捷克迄个所在，我毋知确实的地点。我著读书不求甚解，但是我想讲，这真有趣味。因为莫拉维亚弟兄会，啥人我有趣味的？因为我听讲后来伫中国大陆这个尼托生伊早期捌去英国和英国弟兄会的人有交陪。英国弟兄会对倒来的，对欧洲大陆过来去的。弟兄会较出名的人，照我所了解是叫做达米，有一个圣经译本叫做达米。我了解是安尼，但是因为一段历史真趣味。圣经这个教会历史，互伊一个评语，互伊一个评语，就是这个教派因的宣教是最有效果的，而且是近代，也是讲教会历史中间听讲啦，宣教上有效率的一个团体。因的会友数毋是上济啊，因的教会数毋是上济啊，但是因最有效率，因若去做就最有效率。所以我感觉对这个团体我也真有兴趣啦总是咱毋是惊因迄款体制，因为听讲因早期是受到重洗派的影响。这个重洗派是啥物款教派咧？重洗派就是讲伫宗教改革了后，对宗教改革阁无真满意的一派人。宗教改革已经对天主教不满啦，马丁路德引带一团人，一个人对天主教出来去打95条伫某一个教堂的，迄个教堂个名我袂记哩甲打伫遐，就结果这天主教对这我足受气的，特要捉拿这个啥，这马丁路德跟他的激动的人但是因就成立新教，这个故事咱莫讲，总之是新教内面听讲过一派人。对新教的改革，感觉讲安尼无够，咱来改革更较彻底咧，连婴儿洗咱也甲废掉，所以应该是重洗派。我了解到这为止。但是咧，这派人咧，因过了真敬虔的生活，这派人因主张讲教会生活爱转去到初代教会的形式，总是咧真趣味因安尼主张。伫新教中间，犹原受到困迫，受到反对，因为因是较极端的改革派。咱一个听到极端的改革派，咱心内拢有感觉极端的改革派伫教会也是教派中间，通常都无受到接纳，受到人来批评。只系伫新教中间，而且改革派因。迄当阵需要为着因的所坚守的理念
来逃走，四界逃亡。伫迄中间有一寡人，因就走到一个所在，其实是迄个所在有一个贵族。即个贵族的名我袂记哩啊啦吼，若有人会记哩甲我讲，因为我想要去找哦，真麻烦，教育历史较大本吼，我并拢袂着安尼。但是我较早读的故事，有一个贵族，伊真有疼心，伊也是真敬虔的一个贵族，毋知是德国还是捷克。即个贵族因为有土地，嘛有城堡，伊就将即个人讲啊，恁来好啦，来我遮，恁为着理想，恁为着恁的信仰，恁也无做歹代志，恁即个做良心犯。咱台湾讲这个良心犯，所以恁吼毋免去逃走啊！我甲你保护，来我的田园，来我的城堡，我派兵甲恁保护，恁安心住伫遮，坚持恁的信仰无要紧，坚持信仰也无，也毋是啥物歹人，也毋是啥物歹人啊！所以这个人真济人就来投靠这个贵族，渐，伫伊的田园，伫伊的城堡的所在，有一窝一群人伫遐。无拍算，即阵人得到安全，得到保护了，听讲，都没有人逼迫他了嘛，哈。即马原因开始，厝边隔壁开始互相批评啊。恁的信仰是安尼哦，恁祈祷用安尼祈祷，安尼毋对；恁圣餐安尼圣餐，安尼毋对；恁做礼拜安尼做礼拜，安尼毋对。就开始去批评啊，因得到安全了，结果开始互相批评，互相攻击。收留因的这个主人，这个贵族，看到这款情形，心内艰苦。我甲恁收留，因为恁受到困迫，你们受逼迫。即摆恁安全啊，佮互相逼迫，这嘛足奇怪。咱求主帮助咱。咧面对历史吼，每一个人看到历史了后，拢会有走出无共款的结论出来。我相信咱咧听这个故事的时阵，咱心内嘛会走出真侪无共款的结论。消极的人会走出消极的结论，积极乐观的人会走出积极乐观的结论，敬畏上帝的人有走出迄款无共款的结论出来。总是咱求圣神帮助咱。后来我这个故事佮讲一slu仔就好。后来这个贵族。伊为着要帮助伊所收留这群人，听讲，伊就放下他贵族的身段，一家一家去探访，去甲因讲话，听因的心声，了解因过去受困迫的历史。受困迫的人，后来拢会困迫人。受虐待的人以后会虐待人，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以后想要。无合理对待人，互人骂人，互人咒诅人，以后上好讲骂，上好讲咒诅。所以去了解因的过去历史，知影讲因过去有一段什么真痛苦的过去，了解因，听因的心声，渐，这坚持的人，一家一家拢放下因的坚持。伫这个贵族主人的，伫这个算讲来甲因邀请，因开始做伙敬拜。做伙礼拜，做伙亲君主，做伙祈祷。后来，伫迄个所在，教会历史有一段咧描写，讲爆发莫拉维亚复兴。对安尼起来，这段历史若有人有查着，麻烦甲我讲者。我七读八读，毋知搭一本册去啊，袂记哩啊。但是真趣味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就是有人。伫欧洲，就有几落个弟兄会，因叫做弟兄会。伫欧洲几落个点拢有成立，而且因佫差派宣教师出去，因佫有人到伫英国成立英国弟兄会，佫有成立普利茅斯啥弟兄会。后来迄个尼托森就去遐受到因的影响，所以你看即摆聚会所甲因就即摆有像。但是我讲这个意思是讲，伫教会历史，当然咱毋是迄个教派。咱毋是承接重洗派即种的信仰，甲咱的教制，咱毋是。总是咱看到这历史，咱心内可能有一寡感觉吧。改革中间的改革中间
各有一块，各有分做较温和改革的，以及较极端改革的人。这中间哦，往往会产生摩擦，拢总是改革，总是温和的改革，甲极端的改革，会造成一个问题。咱求主带领咱。伫遮我要和咱来分享，就是咱对人、对家己，咱拢需要存着怜悯、存着仁爱、存着谦卑的心。要安怎去做，毋知啊。抑阁先莫讲要安怎去做，总是大家若面对历史，有诶代志吼，莫去想拢好了了；有诶人莫去想拢好了了。若去想，提出来讲，大家的心就艰苦，就白白。有诶代志咱讲着真欢喜，有诶代志讲着真艰苦。我想遮个代志点点滴滴吼，留互以后牧师甲咱讲。总是咱求主带领咱需要存一个心，就存着仁爱的心、仁慈、仁慈，存着怜悯的心。存着谦卑的心，因为只有咱先求主赏赐咱谦卑、怜悯、仁爱，咱才有法度去面对。真要紧，求主带领咱。伫咱今仔日的圣经在中间有讲到，约书亚伊伫年老的时阵，将遮个伊一生所带领的百姓，拢甲伊叫来。结果咧，就像有大会，足侪人，到底偌侪人毋知影，甲因叫来，对因讲：我甲恁讲，上帝吼将咱对埃及带领出来，等，甲因回顾历史的回顾，讲足侪约书亚即个老人甲因讲故事，讲因祖先的故事，讲到尾啊，到24章12节，约书亚继续安尼讲。伊讲吼，上帝的意思就是，上帝讲，我找大只蜂飞伫恁的头前，将阿摩利人两个王对恁的面前赶出。其实因嘛有参与伫征战啊，敢毋是？因无大概拢亲像亚利哥啊，拢去洗请着倒啊。因其实是爱举起因的刀，因爱去画，因爱去走，因爱去征战，因爱去抢遐。伊迄个含人有实际的交战，总是遮个中间，上帝对因讲：，若毋是我找，若毋是我吼，就是讲，也上帝讲，我找大只蜂飞伫恁的头前，将遮拢赶出去。虽讲恁有参与伫征战，但是事实上，拢是上帝做的，毋是用恁的刀，也毋是用恁的剑，因嘛有处理啊。真正得胜的关键是上帝找蜂飞伫因头前。13节讲，我赏赐恁的土地，毋是恁所着磨的，也赏赐恁城，毋是恁所起造的。恁就踮伫迄中间，佫毋是恁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恁得到食伊的果子。这毋是恁起造的，嘛毋是恁栽种的，恁踮伫内底，恁住伫内面，恁食迄个果子。简单讲一句话，这拢总是上帝的恩典，拢总是上帝做的。恁虽然有做，但是恁所做的实在算袂得啥物。若毋是上帝做，恁做一点仔果效都无。感谢主。伫咱的信仰中间，咱需要去看到一件事。其实上帝历世历代一直咧甲咱讲一件事。咱人的努力，总是遮个努力，拢总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咱今仔日会晓来讲，主啊，我今仔日来向你祈祷。你讲这是我决定要来祈祷的，敢毋是？我今仔日决定要来做礼拜。这我决定的啊！我今仔决定要来信耶稣，我决定要来洗礼，这拢我决定的啊，是毋是？总是咱需要去看到一件事：
虽某是咱决定的，但是由原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今仔日咱若毋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咱内面，咱含祈祷的心志嘛无，意愿，祈祷的意愿，无呢，无意愿呢，无你今甲迄无队友试看卖啊！你招伊讲咱来做伙祈祷，伊无意愿。有个人甲你讲，我不愿意。我要紧啊，我祈祷就好，无爱啦。有个人一点意愿都没有，一点仔都无。所以咱若愿意祈祷，愿意亲近主，愿意读圣经，愿意信靠主，愿意来教会，愿意来洗礼，愿意来侍奉，这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愿主带领咱，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人物。伫这中间，当约书亚甲恁讲，这些拢总是上帝恩典。煞接约书亚讲讲一寡真奇怪的话。约书亚安尼讲：但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伫埃及所服侍的上帝除去。哦，这句话佫听会落吼。对啊，着爱将遐其他的神拢除去。咱信上帝了后，嘛着将咱厝内其他的神拢甲除去。去甲庙毋通佫拜拜，去看着相命毋通佫去算命。人咧算地些毋通佫甲人算。哦，这着将原本其他的神拢除去了。即马过来，约书亚佫讲一句话，伊佫安尼讲。哇，走去倒去啊！伊讲吼，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伊讲即句话了，会场煞戆硬去啊！伊讲吼，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中文安尼讲，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讲即句话了，大家煞拢安静去啊，煞拢戆去啊。因对约书亚对遮尔久，约书亚甲因讲遮个故事非常的激励因的故事，讲了，煞甲因讲，但恁爱做一个选择。上帝对恁遮尔好，遮尔大的恩典，恁着除去其他的神，总是恁若感觉安尼还佫是无好，无要紧，上帝互恁选择的权利。这讲出上帝一个真要紧的，上帝尊重人的选择。你若详细听，你会当听出讲。他到咱咧讲的中间，就是独上帝的恩典，嘛会看出上帝伫遮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人若无愿意选择侍奉上帝，上帝伫遮意思就是我放你去。感谢主，我相信咱伫这个所在做礼拜，拢是咱做好的选择的结果。伫这个所在起做教会，拢是咱做好的选择的结果。愿主帮助咱，伫我家己的家庭中间，我家己真冒险来运用这个原则。我甲我的囡仔讲，因为我有一个囡仔，伫要18岁啊，我甲讲吼，你爱家己选择。你家己做决定，你是毋是要信耶稣？无毋对，你即摆对我去教会，我将福音甲你讲，我将十字架道理甲你讲，我将耶稣介绍互你，我嘛引带你来祈祷。总是你要信耶稣，毋信耶稣，你要洗礼毋洗礼，是你家己的决定。因为咧，我甲你讲哦，爸爸甲你讲，爸爸读着圣经哦。读着讲，咱以后爱家己一个人徛伫审判台前呢。到时爸爸袂当陪你徛伫审判台前、审判台前。因为伫罗马书也是彼得前后书拢有讲到，咱着个人徛伫审判台前。
到时毋是讲哦，搭一个家庭拢出来做伙徛伫审判台前，无呢？那教会的意思，各人爱个别的徛在审判台前，到时上帝如果问你说：“你谁来要信耶稣？”你那个耶稣讲：“啊，得阮爸爸叫我信，我就信啊。”哎呀，还亲和伊个啊！你想安尼，耶稣要甲你拍注一个分数，讲我这审判这毋知要哪做。啊，爸爸牧师，所以叫伊信耶稣，伊就信耶稣。当然安尼是对。总是我真冒险，我甲伊讲，我嘛毋知伊以后会安怎。我甲伊讲啊，你会家己做决定哦。我将耶稣介绍互你啊，我都学这个口气啊。我将信仰拢甲你讲啊，我嘛甲好歹拢甲你讲啊。总是你会家己做选择。你若18岁以后，你若无爱去教会，迄是你选的。我会真艰苦，但是我会尊重你。上帝应该嘛真艰苦，总是上帝嘛尊重你。既然上帝尊重你，我嘛爱尊重你。我真冒险安尼做啦，总是恳求主帮助咱。伫咱的长老教会中间，咱咧详细看咱的一代搁一代历程中间，有一句笑话安尼讲啦吼：一代清吼，二代明啊，三代无明啊，四代吼，第四代你请我无用。检测无一定是安尼啦吼，无一定是安尼，总是这是一个笑话，总是伊也讲出某一种的事实。一代过一代过，信仰哪来那迁步去？咱求主引带咱。我相信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代过一代来兴起伊的路卜甲思路。咱伫主的面前，咱面对教会的遮个代志，面对咱的亲人的得救，咱实在需要更较侪付出祈祷的代价。求主帮助咱。你有记得讲，伫咱咧面对咱的教会历史，你去想到真侪代志，有我们教会的丰功伟业，开拓什么教会，开拓什么教会，了后咧，无定着你搁咧想咱教会历史，你着搁想着讲，哇，过去捌发生啥物款冲击，啥物款艰苦心的事，这拢伫咱的这个伫树林一段时间的回忆的心内，敢毋是？同时啦，详时充满伫咱的内底。咱求主引带咱对人甲对咱家己，拢需要心存怜悯、心存谦卑、心存仁爱，互家己机会，莫互别人机会。求主引带咱。我相信，咱每一个人面对历史了后，迄个面对历史了后的结果，拢无共款。面对极端的改革者，面对温和的改革者，咱的感受嘛拢无共款。总是不论是安怎，我相信头拄约书亚所讲迄句话，我甲阮的家，我拢要侍奉耶和华上帝，会诚做咱的一个决志。我甲阮的家，阮拢要来侍奉耶和华上帝。求主引带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分享就到这，咱做下头来祈祷。主感谢你，愿你帮助阮。主伫阮的心内，阮有看见着，阮也想着侪事。主不论是安怎，阮拢要感谢你。阮为着教会，你引带阮所行、所成就大奇妙的工作，来感谢落你。主，阮也为着教会过去，互阮所艰苦心的事。阮也伫遮感谢落你，阮相信你所成就的是大的工作、奇妙的工作，这拢总是主你的恩典。你互你的教会来徛在伫即个所在，阮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愿你就以教会头、教会元首，
相信圣神来帮助阮，来面对现在甲未来。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